日军第8军团所管辖的步兵117旅，昨早起呢，载着这庆子壳要登去营区的时阵，经过高雄市丁青9路1路的路口，却有一个内面底1000多粒庆子壳的箱仔，无绑好势，就对车顶落落来，有民众去捡到，随报警察。这第8军团表示讲，清点了后，内面数量拢无减，那相关人员的过失一定会追究到底。画面内底这架军用货车。 经过高雄市丁青甲9路1路的路口，在等车阳顶的时阵，有一箱物件为车后斗落落来，民众看到赶紧报警察。警方发现讲，这规箱拢是保险康的庆子卡。可是他们好像只有在外面而已啊，看他们在找东西而已。不知道是找的吗？对，没有确定。内有1117发空弹壳，全按依规定制作发还拾得物于军方处置。 代志发生伫咧初六早起9点外，箱仔内底拢总有56盒1117发空的庆子卡，属于陆军8军团的陆军官校步兵117旅的。8军团表示，清点了后，空的庆子卡数量无减。迄当阵官兵是要甲空的庆子卡再登去军中，可能是无绑好势，一箱5.56米粒步枪空的庆子卡就安尼落落。根据了解，迄当阵车顶有4个官兵，调查了后会做处分，无排除会记大过。 就跟那个一般的货车载货一样，它都必须要把它固定好，相关督管的检查、运送的过程，还有遇到状况，车长应该所做的处置，到底有什么样的责施，我们现在都在调查厘清。国军今年3月，才小连续发生过军海管理的疏失，海军量抓新兵训练中心，有枪那像是去用调包器变做模型枪，陆军里嘛发生过步枪数量有减。 即届阁发生步枪空的庆子壳落去，虽然有顺利找到倒来，数量嘛无欠。不过军纪的问题，恐惊阁互人一礼拜印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